来看花莲的消息，这个海军花莲嘉乐兰雷达站最近和爬山的民众伫检举啊，讲营区外口落风是粪扫，也有酒干啊，甚至连这个军备用这伪装网拢等伫外口，讲这真正是激怒海军。针对这点呢，指挥部回应讲已经派人去清了啊，未来会加派人员去监督。因过山脚的民众讲啊，这个军营粪扫一般拢会早落山，大家嘛拢真客气啊，难免有几位海军骑马去影响到国军的形象。该被严密的军营围墙外口，煞出现高粱的手干仔，也有真侪酒的外包装甲铁罐仔，甚至阁有羊肉类的包装，韩国的也毋拿吃，甚至连准备用的伪装网仔，也有官兵重要的随身物品中生地，竟然也红凊彩就等伫军营的外口，互民众骂讲军纪真歹。代志发生的地点，就是伫海军海洋监侦指挥部下凯花莲县滨洪乡的雷达站。互民众也了讲，因根本就是无人管的激怒海军。民众指控进前来附近爬山，因都经过自来水加压站的时阵，发现拢无锁。问当地民众才知影讲，这原来是军事用途。烦恼讲当期若是无人管理、无人维护，如果若是去互迫害或者是下毒，这效果就真歹设想。民众甚至佫发现讲，为营区所有地陆续有各种的粪扫为营区内等到围墙的外口。互民众讲，看这个办事内底一定是酸甲唔知人。有啊，有时候他们的垃圾一堆也是拿下来呀。偏远地区的这个军事设施啊，那军方可能的确要在管理，还有包含一些环境的这个处理上啊，都需要更为用心。海军舰队指挥部也回应讲，已经派人去处理围墙外口的废弃物，也毋过营区外口会当用的装备红凊彩弹，甚至佫出现酒干仔，疑似是耍甲真欢喜。民众对这个单位的军纪伤过松冷，恐惊这嘛影响到国军的形象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